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新春恭喜！欢迎收看2月1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初时之前，大家定南宫抽到中上的签，讲今年国家发展正乐观，也若北港朝天宫抽6支签，嘛认为顶半年国运袂歹。过年期间，全台湾15个国道休息站收入1亿8千万，比去年加14%。上主要的原因是天气稳定，假期嘛正集中的关系。国防部今仔日佮查到一粒离台中差不多100公里的中国空飘气球，专家表示，主要是要对台湾进行情报的测试。今仔日是初四，全台湾各地今仔日天气拢正稳定，敢若一寡所在有小可落雨。今仔日这出门行村的人嘛正侪。高公局就有计讲，今仔日交通量是133万车公里，比平常时佮加1倍外。而且因为这个过年连假咧要结束，所以各道上北的车辆是愈来愈侪，部分路段可能会塞到半暝，所以提醒大家要爱注意路况。这个虽是台北的天气袂歹，真侪民众一早起就到东湖的乐华公园赏樱花翕相。气象师讲，这款好天气会一直到初六，不过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早晚温差较大，民众要特别注意。在台南以北，其实都会有10度左右或以下的低温。那尤其是有局部地区是有7度以下的低温情形发生。15号清晨可能也是有在略微提升一点，但是可能在低温的情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那至于高温的部分，在台湾各地都会是在25度或2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因为辐射冷却影响，气象署伫透早发布全台湾14个县市的低温特报。到16号，也阁因为东北季风落南，迎风面的所在会变做较湿较凉。因若伫咧高速公路方面，国际上北的西里保盐系统、国产的德山、中兴、各个的宜兰、平那，拢是重点会塞的路段。甚至这个路段可能会塞到半暝。我们今天预估会达到133万车公里，而北向呢是今天的比较重点。今天的预估我们会达到73万车公里，是平常的1.6倍。苗栗至湖口会预估从下午会开始拥塞至隔夜，而国三的北向的关西到大溪也从下午会拥塞到8点9点，而国五北向已经有些拥塞的状况，会拥塞至隔夜的状况。另外，伫今仔早起7点58分，花莲板营乡发生规模4.4的地震，花莲地区上大震度4级。一个大体有一寡班次受影响，造成限速一个慢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初时之前，各地宫庙也咧抽国运的签诗。台中大甲镇南宫抽到的签诗是中上。庙方讲，今年国家发展是正乐观，强调是大破大立的一冬，所以民众会当把握时机来做代志。也若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是抽6支签，该签的结果嘛是认为讲今年顶半年国运袂歹。金杯。跋杯抽签，正月初四主事一到，台中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抽出象征国运签的人口签，名做白蛇精拄着考汉文，属于中上签。庙方改签认为，今年是大破大立年，会使把握时机行事，但是要确认正确的方向甲成功，也无会无采工。会使讲中上签就是算国运也好，时机大家爱把握好，总是拢爱团结啦吼，大家爱守护吼。方向足重要，方向唔对，所有机会拢无效啦吼。业界声望爱建立，业界声望建立不起来，先求名利吼，都无效啊。镇南宫另外强调，今年雨水足，对农业发展是好事。云林北港朝天宫也抽出6支签，分别代表人口、水路、五谷、港运、陆拓、生理。庙方是认为整体国运顶半年也阁袂歹。不过年中过了，恐惊有未知的变化。这2支签吼，会使讲吼，拢差不多啊啦吼，但是吼，即阵看袂歹啦吼，即阵看袂歹，但是吼，
二个月吼，应该就有变化啦吼。赵天强认为，后半年大约伫咧8、9月会发生变化，民众会使建基形势，适当做出改变。各行各业拄到的状况也拢会无同，每一个人拢需要好好啊思考。记者台中婚姻报道。好在过年期间，南北来往真侪人会去各岛的休息站来小停一下。高公局就统计讲，今年对29到初3全台湾15个休息站收入是1亿8千万，比去年阁加14%。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真稳定，也阁有这个假期嘛真集中，才会当带动这么大的商机。车辆一台一台驶入去西螺服务区，交通管制人员无用力指挥。过年期间，民众四界去佚佗，因为西螺服务区伫咧南来北往的中心点，所以嘛吸引到不少游客。开了3、4个小时的这个，是想说进来看看这样。很多人，很多人哦。然后大家会来带酱油这样。会啊。哦。有没有卖到再补货，一直补货？有，一直补货，补很多货。为着要因应过年的商机，西螺服务区的业者拢有提早传2倍到4倍的货。根据统计，对开始休年一直到初3为止，营业额就已经达到1700多万。有个月的过年会当超过2400万，比去年加1、2成。我们整个成长率的话，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15%左右。最主要的因素呢，因为去年的年假期间假期比较长一点，那因为今年的假期比较短一点，所以人潮会比较集中在初1、初2、初3的期间。高公局表示，去年国道1号、3号、5号拢总15个服务区，营业额是50亿9100多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清水服务区的营收7亿6100多万，赚上多。因为今年年初营收前3名是清水、关西甲西螺服务区。前3名的部分，第一个是清水了，第二个大概就是关西服务区啦，西螺服务区。从小年夜到年初3，总共15处的服务区。整个营业额总共大概1亿8895万。高公局表示，这届过年期间的天气稳定，再加上真侪服务区已经征收好势，会当提供更较好的空间，让民众停留伫咧服务区的时间增加，整体业绩嘛有成长14%。有个过年期间，全台服务区总营业额有机会超过2亿。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伫过年期间四界奔新春的福地，今仔日是去到婚礼，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虽然讲这赖清德要要上任来做总统，也毋过在野党即马已经咧要求伊着爱实现选前的承诺，比如讲去立法院来报告着爱随问随应。民进党是认为讲这款做法等于是咧接受立委的质询，有罕见的这个证据，所以洪社讲要用进前总统李登辉的国民大会模式来进行报告。伫倒垃圾的路边看到人大家落长，因为副总统赖清德过年奔福地，初4早起到婚宴馆，全2000份全部拢分完，还有500多人无领到。祈求妈祖婆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运昌隆，百业兴旺，殊人感伤，咱会当欢迎发展。赖清德也访问当地2间宫庙去参香，因为国运祈福。因为520真济新任总统了，挑战才要开始。新国会在野党就继续要求赖清德兑现伊选前的承诺，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最大的诚意当然就是让我们立法委员每一位都能够即问即答的方式，了解他这个对于未来的国政方向呢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一点。他如果没有立即回答的话，他可能就是会回避嘛。根据了解，民进党内部无排斥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但是无法度接受现问现答，因为宪法规定接受立法质询是行政院长的责任，但是总统接受质询就现证的证据。不过团讲民进党正调向考虑，用前总统李登辉的国民大会模式进行国情报告，一定要即问即答。那请国民党提修宪，李登辉模式是一个折中的模式，由立法委员提问之后，总统进行综合式的回答。这种模式是指李登辉伫咧国民大会做报告，接受各大代表综合询问加建言了，结果在综合回答的方式。因那赖清德的国情报告议题一个确实的模式，也会甲未来执政团队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消息，咱要来关心，伫台南有民众报案，讲伫安南区一个公园内底看到死去的婴仔的头壳。警方去到现场，确认讲真正是一个查某婴仔，互人呆伫个土沙内底，所以甲伊的生母甲查甫朋友以杀人罪来上班，而且这个生母落尾是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法院昨暗裁定以2万块交保，限制自己。监视画面顶悬一个女性抱一个物件行入去公园内底，无偌久就双手空空离开公园。台南警方车尾接到民众报案，安南区一个公园内底沙石堆下骹疑似有红婴仔的头。警方到场勘查，发现一个红婴仔的遗体就藏伫沙石堆下骹。有点可怕。如果我发现怀孕了，然后没有跟另一半讨论，就觉得有点不尊重这个生命。囡仔平常时伫公园耍的游具边仔，竟然变做红婴仔遗体互弹掉的所在，互民众真惊吓。警方调监视器追查到王姓女子涉入重嫌，倒伫咧伊的徛家查到加载大的家刀、面巾等证物，证实伊是红婴仔的妈妈。经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镜头，过滤分析，锁定犯嫌身份，于2月10日持拘票，迅速将涉案之翁姓女子及其吴姓男友拘提到案。王姓女子甲吴姓男朋友互以杀人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男朋友表示，毋知影女朋友有生囝，侦讯了后以3万块交保候传。王姓女子因为胎死红婴仔遗弃尸体等涉案情节重大，互申请羁押禁见。法院12暗时裁定以2万块交保并限制居住，但红婴仔详细死因，该要等检方过年了后解剖厘清。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再来看这过年期间，中国有关是继续咧调查台湾。国防部今仔日佫查到一粒离台中差不多100公里远的空飘气球。专家是表示讲，这中国用气球来调查，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对台湾来进行情报的测试。农历春节期间，共军也是一直扰台。国防部测试公布，征集共机2架次，一架次飞过海峡中线，也有共艦4架次，继续伫台海时区域活动。其中，佫较有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台中西北58海里，继续挖进台湾本岛了后消息。根据统计，共军1月到达已经派出上百粒的空飘气球请教。为罗梅到正月初1，连续2天拢达到8粒。学者分析，这气球关度拢无共，都是要对咱国进行情报测试。这些气球目前都没有目视的一个接触记录，都是雷达的讯号，所以可以见它是比较小型的空飘气球，下面挂一个金属用来反射雷达波，藉由这种虚虚实实的方式反观察我国防空预警雷达的侦测能力。对共军动作，国军表示拢有严密监控甲应用处理。那伫台湾大选了后，台海情势真受关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主任吴茂春指出，中共除了形式上恐吓，对台已经无计可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若无视考量伫大家机会甲能力，攻台可能性已经无悬，也毋过也是需要严防。习近平当然他很多做事情都是以冒险著名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成为这个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这个时点，这个因素不能排除的啊。吴茂春表示，就算习近平野心真大，也毋过美国毋捌放松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所以，毋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伊也建议台湾建立多边的联盟，以创新的思维甲外交手段来打造咱的国际形象甲国际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伊真有可能会代表共和党出来参选。也毋过，伊前几天佫讲出有争议的话，因为伊要鼓励罗西亚去攻击一寡伫国防方面有欠钱的北约国家。针对这项言论，这美国总统拜登伊批评 Trump 就是咧鼓励战争。也若北约甲欧盟，伊也讲 Trump 的话就是咧甲罗西亚战声。前美国总统川普讲，鼓励各国对国防支出无达到北约标准的成员国家，随着伊要安怎做，暗示是要鼓励各国攻击这寡国家。北约真侪成员国家拢已经反击川普的谈话。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回应讲，任何有关盟友讲出这种未互相防护的言论，拢会对彼此造成伤害，包括美国伊家己。
后面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认为，川普的言论正懵懂，只个来和俄国总统普京协议。因为后面的外交加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昨日也讲，北约唔是任何人点菜单。Let's be serious. NATO cannot be an alliance à la carte. It exists or it not exist. But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time comment any silly idea that comes during this territorial campaign in the U.S. 因为普京的发言人是无正面的回应。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юсь пресс-секретарем Путина, но не Трампа. 川普10号伫咧美国南卡州的造势场合，重新讲到伊做总统期间，甲北约领导人会谈的往事，也再一遍强调北约成员国必须支付符合北约规定的国防支出，也就是占各成员国家 GDP 的2%。若无美国是袂协防这寡欠钱的北约国家。Yes, I said, you didn't pay, you're delinquent. He said,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 to pay. You got to pay your bills. It's really playing games with deterrence and therefore with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It's really, really ill-advised. 美国总统拜登批评川普的言论正恶质又个危险，绑定俄国总统普京发动国家罪战争。CNN 引述捌伫咧川普加拜登政府担任高层的人士讲，川普其实伫咧2018年就强要和美国退出北约。但是川普伫咧今年11月成功个选调总统登记白宫，美国就真正有可能会退出北约。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咱拢知影讲，这美中贸易已经战6冬啊。伫美国企图中国化的影响之下，这几人在东南亚已经变作是全球新的供应工厂。泰国的汽车工业发展甲真好，真侪台湾电子产业也起效发展。而且除了这2项以外，这医疗科技嘛同款是开发的重点。台湾的企业向南发展，无论是技术也是人才，拢真有市场。对中美贸易战开始，全球供应链移转，真侪跨国企业拢采取中国加一的策略，靠这个真侪人口加地理优势。东南亚这几年吸引真侪外资来投资市场，经济成长因讲大爆发。最主要还是在欧美客人那边终端，那个下游客户端，他要求说，你们是要中国加1除外就去中化，你是需要在其他的地区去做生产这样子。短你如果说跟车业相关的，我相信他们的优先选择应该就是泰国。因为工厂员工500外个，研发人员就占200外人。电子科技是台湾真强的项目，除了汽车电子、医療科技也是台灣甲泰國合作嘅重點嘅項目。สิ่ง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ธนบุรีคิดว่าจะร่วมมือกับไต้หวันเนี่ยมันอยู่ในแอเรียใหญ่ๆ3แอเรียนี่แอเรียที่1ก็คือ Big Data แอเรียที่2คือ AI Big Data AI แล้วก็ Big Data กับ AI ก็มา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วินิจฉัยโรคได้เร็วขึ้นโดยไม่ต้องใช้หมอแล้วที่3คือโรบอทโดยการใช้ AI และก็ Big Data 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ค้นหาโรคซึ่งเราบางครั้งเราละเลยแล้วปล่อยให้คนไข้เป็นโดยไม่รู้ตัว譬如我们可以用智慧健检来抓出一些早期的心脏疾病或者早期的心血管的问题或者我们用早期的譬如说我们在急诊在加护病房如果找出这些可能会造成休克或者造成严重的并发症这些病人，那这些东西在整个医疗的推广它一定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些不管是软硬体，那这些东西我想都是目前推广到泰国它很需要的。加强产业的连接、深化合作。台湾市场规模较小，若是甲泰国伫经贸、技术、甲人才交流，会有更加多合作，那会使更加拓展更加大的国际市场，也使互世界看到台湾的竞争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伫社区北台，咱常常会当看到真侪人拢咧参加一寡手工制作的课程，比如讲欧美国家最近就咧做手工地毯，有台湾的业者来引入相关的课程，互民众用4点钟的时间，家己去创作手工地毯。其实除了这以外，也阁有一寡艺术的创作，也请真侪少年辈来参加，带动新的流行。
先帮老师记住由下往上，由下往上这个概念。对老师的动作一步一步来，线穿好了后，先练直线和画箍，收落来看你介意什么度，都用线来测什么度。这用啊穿伫布面是软来软去，甲碰洗插伫顶悬，再配真有 tempo 的机械声，感觉压力拢无去啊。看起来过程真简单，但是嘛真考验体力，因为想要把这地毯做好，是需要3点钟到4点钟。过程中2公斤的种啊穿拢爱提好调，而且搁爱有够力去控制。但是会当和好朋友做伙做出这么高质的成品，参加者拢真欢喜。生活上很累，然后可能有时间来做这个自己努力的东西，就是可以看到它结果出来的感觉。这种对欧美地区来的小出用艺术，最近几年是探到亚洲，业者在最近2年引进台湾了后，所以都请真侪民众过来体验。社群跟短影音的风潮，它已经越来越流行了。这样子的这个体验课程，它就更容易传递到消费者手上。这样，平日每天大概会有35个人流，然后假日一天大概有70个，营业额从一开始可能10几、20几万、30几万，对，到现在也是有差不多500万的规模。城军电影因的传播，加上最近几年的疫情，造成抒发压力，动手做物件热潮，和手作 DIY 这种体验经济是愈来愈红。那种地毯、克里姆高的手作嘛，真受欢迎。男生的风格对，跟女生就是差很多。不过也真的是蛮疗愈的，就是它的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上千种的物件，100种的克里姆胶的色都会筛选，找到介意的素材了后，再用70分的时间，甲手机壳、橡皮孔，也是各种阿爸的创作完成，唔免受专业的美术素养，会当大胆去发挥创意。这种体验经济，唔但互亲友的距离更较近，嘛互家己的身心感觉拢有得到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的西头工艺保存者施顺营，伊原底是一个专门做广东的西的这个师傅，后来加入一寡纸艺去创立鹿港徽西的风格。这站伫中华的工艺展览馆是当咧展出施顺营的作品，互大家会当看到传统的西仔头会当变出什么款的花样。野白的色水、立体的线路，这是西头工艺老师施顺营所创立的鹿港徽西。施顺营为百家种的花面得到灵感，甲传统台湾西加入面谱，阁有开喙花西等等多变化的西头。我讲传统的是讲敢按微微的嘛，我是把这一些纹路，我把它立体化，所以完全几乎颠覆咱传统的做法。西仔底色拍好了，头一个动作绝对要先对目睭先来，因为眼睛你不先把它画好。你没办法，你无法同佮伊对话，你知道？有40年做西头经验的施顺营老师表示，目睭是西头上重要的灵魂。西面会画王字，代表武艺高强的灵西。西头顶的八卦有定刷辟邪意思。施老师的工艺水准真的是很不错。然后我们发现到鹿港的这个石头跟外地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拥有它的特色，色彩啊、造型啊，都有他自己很仔细揣摩的过程。今天看到的展览就是非常有过年很喜庆的感觉，颜色都非常的鲜艳好看。人西是台湾喜庆活动常看到的民俗技艺，施顺营老师甲传统西头加入新的创作，创立鹿港徽西的风格。这摆计共有22件作品伫中华工艺展览馆展出，希望互民众看到传统工艺无共的变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2天全台湾各地这透早拢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天气会加较凉冷，早暗温差要是真大，所以提醒大家都要会记得加套一领衫。日时拢是好天真烧热，敢若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小可落30-18雨。另外，明仔载初5就是过年连假的最后一天，伫中南部甲金门、马祖这透早是较高大雾，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收假塞车，就要加注意咯。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安怎的？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5到25度，中部地区16度到23度，
南部地区是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20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13度到21度。也有未来3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祝大家平安吉祥。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